国当局以新冠疫情情形为名，不分男女老小将维吾尔人关押在作为隔离中心的做法，正在严重伤害东突厥斯坦人民的身心健康。已持续80多天的封城中，东突厥斯坦人民饱受粮食短缺之苦的时候，中国当局正在紧急增加所谓的隔离观察中心。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一家作为隔离中心发布的多段视频显示，新中心的人数非常多，床位靠得很近，没有任何距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烈谴责针对中国维吾尔人的罪行。他说，美国将永远不会停止追究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责任。10月26日，他在联合国维吾尔人专局事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琳达女士还呼吁其他国家政府以及联合国在维吾尔问题上做更多的事情。据悉，被囚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木·图赫提的女儿居哈尔和维吾尔运动主席娄山阿巴斯女儿果尔兹巴应邀出席并发言。根据美国国防部新公布的国防战略，虽然俄罗斯发动了在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来自北京的威胁将决定美国军队将如何添置装备及规划未来。星期四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认为，俄罗斯是迫切威胁，但中国是步调挑战，意味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先进程度以及能力范围是美国需要克服的一种标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赫比警告称，如果俄罗斯对美国卫星或基础措施进行任何攻击，白宫将做出适当反应。这位美国官员发表声明之前，俄罗斯外交部部国参和核武器控制部副部长康斯坦丁·沃隆佐夫告诉联合国，美国使用民用元素在太空中拥有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趋势。10月27日，关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大陆试图加速夺取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台海的现状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布林肯称，发生的改变是中国已决定不再接受两岸关系现状，希望加速统一。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7日发表声明，宣布与邻国黎巴嫩正式签署海上边界划分协议。以色列总理拉皮德此前表示，黎巴嫩同意签署协议就代表着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